來看雲林縣的警察局擴大執法，抓到在鄉番嘛查扣10支槍，處理73件的食東西車案件，查到20來個藥頭，其中有17個人是送死分段的藥頭，嘛抓到53個詐騙集團，查扣2億6千多萬。雲林警方接到證據，來到中華部新社區的犯嫌大個所在，成功把毒品採購的2000多支煙大卡死箱甲相關證物扣起來。各刑大隊員經過長時間的搜證，來到雲林拿來查扣伊土鼻子相關製品總毛重1300多公克。犯嫌為了要毒品買賣，閣合情自保。涉嫌販賣依托品質的案件之中呢，我們有掌握到呢，他為了防止黑吃黑，所以呢，他擁槍自保。那我們在成功緝獲這個李姓犯嫌之後呢，由他帶同我們到他的租屋處搜索。那我們在那個天花板的縫隙裡面呢，就找到了這把改造槍支。雲林警方表示，因用年底選舉這項打擊烏金槍毒詐專案，查到10名犯嫌查扣10支非法槍，處理毒駕案73件，還有各類藥販26人，其中17人都是送死煙彈的藥販。從整個源頭如何的瓦解整個毒品的供應鏈如何阻斷我想這個部分就是我們針對毒品零犯戰零容忍以淨化選前治安為使命。全力的掃黑肅槍緝毒打詐，透過檢警緊密的合作，我們成功查獲了黑金槍毒詐這些重大刑事案件。雲林警方統計，今年1月到6月，偵破詐欺集團53件，犯嫌297人，總共查扣不法所得2億6千萬塊銀。按呢受理案件下降6成，財損下降8成，呼籲民眾一定要提高防災警覺性。記者綜合報道。